西文西草是客家经典的菜色。苗栗有一间钟表行天意推起家面，用西草，如是阿板炒快菜、猪血炒黄梨、炒油鱼的，特别猪肠炒姜丝来做伊的设计概念，用素味作为西种素白味。起家面讲，万岁有几多年后拿快迄个老钟表去涨，一路登上唐的道，也到钟表后辈的故事。伊发现讲，钟表的功能唔係像看時間呢，還有幾多生命記憶嘅地位。50年過後，也把個鐘表行數起來嘅，鐘表的功能也常常被手機嘅替代的。3年前，自家面歸到苗栗開嘅工作室，想要尋找數表嘅溫度，一路同亞嘅木雕、皮革也到工藝能人合作，設計嘅一個客家絲綢數表嘅，係用樹來配嘅碗來包裝。非常貼切。工作室對能各種冷片，唔過呢一條表好表面都當做老師妹。咧，迄我爸爸時代，佢迄做時表的組裝時表的店家啦吼，佢就裝配選這些材料啊吼，表面表殼吼，裝配一隻表吼。然後到那個表店去賣。這條是建議以後係長嚟設計師傅來加工，自家面啲鐘表對都睇嘢，也可能產業嘅變化。尤其中國便宜貨落來過後，生意受到動態嘅影響。有年，那爸爸就拿一些工具工，然後攞來工，呀，王牌懂十行啊，哦，我是看那麼。看到咧工具調整表帶的工具啊，吼，你每一期啊，那就鋪上網。點樣如何賣工期、吹掉、鋼筋掉，上講發展生意唔好，鋼筋還冇條件，就咁樣發現，需求唔大係唔大，唔過當中嘅為了了自行嘅工期，到底也就嚟10公年。鐘面的厚度來決定這個螺紋的高度。那我們現在一人手上拿一顆機芯。先好將自己嘅呢落成模，一鋪落腰到腰食嘅冷片掉起來，切開來掉也唔係易難。短的是10針，長的是分針。10針要先壓，就是在12點的位置這樣子壓上去。我平常啊都是就是室內設計師，然後就會用到這些花磚。那我竟然沒想到說，這個花磚竟然可以用在時鐘上面，而且這麼容易的就可以組裝成一個時鐘。平常都是自己買現成的時鐘啊，那第一次可以 DIY，就是自己做時鐘，然後可以自己挑選自己喜歡的零件跟花色，覺得很不錯。喺世界下集上仲見那頂橋鐘表嚟擺脫幾個阿巴掌，大部分嘅店啊都冇馬上漲。唔過幾多神認為，兩個鐘表對以後嚟講，天朝當做建議，都會想辦法來漲。都是會有一個重要的人哈，譬如講，這個時鐘是從爸爸媽媽那邊傳下來的，哦，或者是這一隻手錶是結婚的時候的一隻手錶，再怎麼樣都想要讓它走。手機橋嘢記得創立品牌，注重木下來做規劃。家裡面有一個場景是我們共同的記憶，就是餐桌，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個純粹的圓形。純粹的圓形，它沒有調整時間的龍頭。那調整時間的龍頭被我們隱藏在裡面了。手錶嘅強代表人造，做紅錶嘅係傳統客家絲綢，阿鳳草叫脆，含酸甜，草牛，竹蔥草姜絲。你可以看到那個黃色的指針，就是代表薑絲。那大長的話，就是我的錶帶。客家小巧的手錶，它的配色的話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它的指針是青蔥，然後呢，外面這一圈就是豆乾色。那它的錶帶就是有點帶點魷魚暗色。客家絲綢屬手錶內列係幾條從業挑一批為推出來嘅產品，老千百度來開發，保留塑料本地嘅紋路落成模，像係錶號，除外3個2位嘅專家贊助好，共同到。這個木頭的工序從切割木頭，然後車把它給車出來，然後還要再塗裝，然後上我們的五金。做這隻木頭手錶，真的比一般的手錶難上好幾倍，因為我們堅持要用原木。那其實我們也找了很多的木頭師傅。
老母强重量嘅專家嘅合起來，還包含做手錶大概皮嘅工藝，攞嚟貼片嘅透紋包裝。一般的包裝都是用盒子，那你可能收到東西之後你就丟掉，所以我們的概想來源就是，既然它都是一道菜了，那我們何不拿一個碗，一個漂漂亮亮的碗來包裝它呢？苗栗統而家嘅手來配嚟是種手錶，個配嚟冇強重解釋。這個就像一個雲朵，那我們的手錶就放在上面，然後呢，這邊其實有一些小小的窗戶。就是你看過去，它有家有雲朵，那下面的地方就是一個大地。佢就很老實嘅手錶嘅內涵，用插畫發地時裝明信片後，並橋下就係日本嘅鼓。我裡面有爸爸，然後有媽媽，有阿公，有阿嬷，這就是一家人的感覺。這就是我們4隻手錶的概念來源。大幫手錶嘅為以大家對屋下和記得安度乜計，變到有溫土有文化。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在做文創，做自己的手錶，可是他們可以講搭配，他們可以講流行，可是他們說不出故事。時鐘手錶，它其實是一個情感寄託的一個物件。那除了這樣子，我們本身在創作這個品牌的時候，也希望它是一個文化的載具。冇店面來賣，做名路老熟悉，天天嘅累積影響，也希望有人去做得起到國外參展，老推那個鼓帶到國際紅起。我認為這種情感才是科技沒有辦法取代的。他可能下次自己的這個木頭錶，可以自己篆刻自己的故事，或者是自己的符號，讓它真的是獨一無二的錶。此家面講係講手錶出廠看書件嘅功能，當為本3C產品推貼。唔過記得會做嘅手錶，唔單止做啲看書件，還能做啲感情老記憶。